能夠自置居所、改善居住環境，係好多市民嘅夢想。民建聯早喺2019年透過調查發現，近90%公屋居民支持重推租者置其屋計劃，其後就呢一個議題持續收集市民意見，積極向政府爭取。2024年，民建聯提出租置2.0方案，建議將樓齡20至30年嘅公屋單位以市價20%至2.5成，即係估計約80至100萬出售俾租戶。方案設有轉售限制，防止炒賣。同時建議由房委會擔任公契管理人，設立維修基金，妥善處理大廈管理同埋長遠嘅維修問題，免除業主後顧之憂。雖然政府尚未接納民建聯重推租置計劃嘅訴求，民建聯仍會繼續爭取，透過我哋嘅議員向居民解說、收集意見，全力爭取落實計劃，協助更加多嘅家庭擁有自己嘅物業，向上流動，圓置業夢。